Hello，你要容易种朋友说的，那你要找到梦着可以值得这车过往光，也可以火锅地了车呢。一些呢，我鸟那路位置呢，你要鸟这个我看那我要具体是保养好了这个，但是朝路平多木名字，然后木找新一路方向木找新一路方向，然后呢，大概你生着了1.8左右吧，然后呢，出发，那早点的出发呢，然后开了2龙到小时，在路对桥呢，好桥呢老是新鸟老是容高，所以我就拿拍名字视频，拍名字风景做啥的姐，恁姐。在中下呢，老嘞，然后靠些嘞，可能鸟视频呢，这的话只做没感觉，但是真正的个鸟能捏的话，这真的太没感觉了，很可惜啊！鸟了几位呢，这哪能你没不到，太没感觉了。在中下呢，老到嘞，在这个来对球呢这个身体结构。对种这种做，这是你要受人的。这早给你应该自驾游旅游的人头的给还是比较高吧？不大过你花包一多木油，黑车头的你老么？很可惜啊，特别接到你接到你，或者是好到黑车一直走到你太容高。我说以前我们是开头，但是我开车在干么？过到你然后从过到开车航拍一路镜头，走到给你老母子上人家。好嘞，以前那边就没拍航拍啊。nông tây ra tầng này thế đâu này tây chẳng này thấy có xe lô thấy có xe là tây trung hạ này thấy rong gò ít tuần này
nông cháu tới ra thằng này ra hở này khi ra chơi như này nhớ tới cái phong景呢，太可惜了。